好多同學都會問我哋而家做社交媒體，到底要將啲影片放喺邊個平台？我到底要經營邊個平台啊？咁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偽問題嚟嘅，因為你經營唔同嘅社交媒體平台，與其講係經營咧，其實你只不過係將啲內容放喺唔同嘅平台上邊啫。唔同嘅平台 Facebook、IG、Threads， 當然佢係會有唔同嘅生態同埋有唔同嘅觀眾粉絲啦。但係個問題係最理想嘅做法，未必係最適合你嘅做法。最理想嘅做法就係一條題，你按照3個唔同嘅社交媒體平台，你用唔同嘅表達方式。Facebook 用長片 ，IG 出個 Reels， 然後 Threads 嗰度寫一個趣聞。但係你冇資源啊嘛，如果你有資源嘅話，咁呢個當然係最理想啦。所以對於你啱啱開始做社交媒體互聯網營銷呢，你最簡單嘅方法就係集中精力去做好一條片先，然之後你將佢放晒喺所有唔同嘅平台上邊，好似我哋嘅就係 Facebook、Instagram、YouTube， 然後再加埋我哋國內社交媒體啦，微信視頻號、小紅書、抖音同埋微博啦，咁你就能夠啦可以將你單個時間點裏邊創作出嚟嘅內容啦，可以發揮到最大嘅價值啦。與其再去糾結到底我要做咩平台呢，不如開咗賬戶先，然後你努力生產內容，再將佢放上去唔同平台上面，呢個先係最高效率嘅做法。